你知唔知澳門點解會叫麥溝？答案就藏喺呢個有500年歷史嘅媽閣廟入邊。原來麥溝同福建係好有淵源㗎。相傳1488年，福建漁民喺海上遇到颶風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好彩獲得海上顯靈嘅天后娘娘相助，為借神女就喺呢度設廟紀念。廟口牌坊刻住南國波田，寄託當地人祈求南海風平浪靜、出海平安嘅願望。直到1553年，葡萄牙商人以晾曬貨物為由登陸澳門。當時佢哋就喺呢度停靠上船。佢哋問呢度叫咩名，漁民以為問緊廟名，就答媽閣。就係咁樣，麥溝呢個名就流傳開啦。呢個美麗嘅誤會唔單止成就咗個地名，仲開啟咗東西文化嘅相遇。媽閣廟背山面海，佈局錯落有致，充分融合咗自然嘅特色。沿住山徑上行，會見到好多磨崖石刻，都係歷代文人官員留下嘅物寶。弘仁殿只有3平方米大，以山岩作後牆，係廟裏最早落成嘅建築。後來經過多次擴建，先有今日正覺禪林等成片建築群。而家啲年輕人留下一句說話：喺上班同上進之間選擇上香。所以媽閣廟亦然成為熱門打卡地。如果你心中有疑問，不妨去後山嘅觀音廟求支簽，可以請師傅解讀，亦可以讓自己靜心參透。門口呢個睇緣分嘅雪糕車，聽講開咗70幾年啦。地址喺媽閣前地，7點對外開放，想要寧靜6點最啱啊！快啲嚟親身感受下澳門歷史嘅第一頁，仲有咩想睇？評論區話知啊！